你以為高爾夫景觀好貴，其實一半價就入到場。呢個項目最大買點就係前面呢片高爾夫球場，國家已經唔批新高爾夫項目，所以呢種景觀只會越來越少。但問題係你要唔要用1800萬去買？答案未必。同樣可以望到球場景，二手獨棟單位價錢可以壓到900萬左右，景觀一樣，空氣一樣，但你少付一半成本。想揀最靚景觀加最低價單位，我幫你細。景觀決定價值，但入手價決定你賺唔賺。高爾夫景觀本身已經係加分項，但真正影響你未來收益嘅唔係景觀，而係入手價。你用1800萬買，升值空間有限，但如果你用900萬入手，風險直接減半。想做聰明買家，先學識比價。用一半預算住同級豪宅，核心槓桿生活方式 CTA。